第一個問題，你咁樣問自己啊，如果你今日要請人，你會唔會請翻你自己啊？咩叫一個 top 嘅領導人咧？就係佢帶領一個或以上嘅人，係用最低嘅成本去達成有價值嘅共同目標。佢話唔係你嘅條件啊，係你嘅抉擇啊。乜嘢引發成長嘅動力咧？非做不可的成就。唔係可有可無，非做不可啊！喺我身邊所有有錢過我嘅人，我大膽講有90%咧都差過我今日。我哋拉近咗距離啦，我哋開始係咪好受到鼓舞？我哋係一齊。第一個 power 期望嘅力量，你揾一個人，你請到人嚟有期望。如果你對佢冇期望，即係財勢下我都掉頭走啦。新人學嘢緊要嘅從業，何解 ？Effectiveness 叫有效，efficiency 叫效率，有效率。你做嘅嘢 do the right thing， 你做嘅嘢啱呢樣嘢，你做咗有效。所以你冇效嘅嘢，你唔應該講效率傳，你要確保你做嘅嘢 effective 有效先，你先增加效率。